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新界西南候選人5號經民聯嘅莫以琪。我嘅政綱以人為本，聚焦4大人群，期望為基層學童青年開路，喺學業、就業、創業甚至乎置業上邊，為佢哋增加資助同開拓發展平台。期望為我哋夾心階層小商戶同中小企撐腰，團結工商力量，提振區內經濟，增加現金流，舒緩稅務壓力，為佢哋開拓商機。期望為我哋長者、長期照顧者同埋基層家庭改善生活質素同埋完善支援網絡，全面推動智能關愛長者，提倡重建公屋重推租置計劃，興建高架輕軌改善交通。期望為我哋婦女創造條件，升級社區保姆計劃，釋放勞動力。如果你都想改變，我莫以琪願意成為嗰個為你行動嘅人。12月7號係帶嚟變化嘅一日，希望你能夠支持一個唔肯放棄青年人嘅5號莫以琪，為青年、為社區、為香港。入議會有乜出奇？懇請你同家人支持5號莫以琪，多謝。